台南市政府推动三亚溪政治，步进政治전期。台南市长柯伟提甲多位议员前往视察工程，听取简报，要求施工单位爱如期如期的完工。落墩、桥墩的关系，还有整个水流都会影响到我们三叶溪的排洪功能。所以在过去每次只要下大雨，甚至不用到台风，只要下大雨就会造成地方的淹水。但是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个通行不能中断，然后万代溪桥的改建也是难度很高，所以说我们一直延续下来一直追加工程经费，现在终于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，而且把很多重要的一些阻隔物都拿掉了。工务局表示，市府积极向中央水利署争取预算经费3.8亿，办理万代桥改建工程。目前工程已经进入第2阶段的北平桥梁改建，增加65.4%的通水断面。虽然还搁伫个施工当中，但过三亚溪上困难的部分已经解决，包括大部分排水问题、降低淹水的风险。这个万代桥改建完成，三叶溪的整治也大体完成。这样子的话，对于仁德地区还有仁德工业区淹水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。改建了后的万代桥宽度由22公尺增加为42.3公尺，桥梁宽度是27.4公尺，万物河道深度增加1.5公尺，采无路墩设计，减少阻碍，降低水位，并提升防洪能力。工程预计伫明年6月底完工，也会当恢复正常的交通。台南新闻顺快采访报道。